究竟係咩樓盤可以咁犀利啊？一開盤就賣晒成一棟啊！睇到呢個小區大門已經覺得係非常大氣啦。咁入到入邊咧更加冇得輸啊，好似入咗個公園咁樣啊！中山市區4.0豪宅，超低密度，成個屋苑得308套，買一套少一套，成個屋苑自帶下沉式會所、泳池、健身房，招呼朋友都非常有 face。我可以講喺中山、珠海都揾唔到第二個樓盤好似呢個屋苑咁樣，實用率竟然做到145%，119方仲送埋咁大嘅生活露台俾你，望出去就係我哋嘅下沉式會所同園林景觀，仲可以做到專梯入戶。再入嚟睇下我哋呢個大客廳，好似成200方單位咁樣啊！119方做到實用咧173方。比起其他第四代住宅，仲做緊100%、120%啊！喺呢個屋苑面前都係顯得黯然失色。呢個屋苑樓底咧仲可以做到3.15米咁高，住起身真係非常舒服啊！廚房呢邊仲帶埋生活露台，成個屋苑一共有3個露台送埋俾你。屋苑呢度8分鐘距離可以去到3大商圈：COCO City、富益城同萬象匯，而且樓下仲有地鐵站，非常方便嘅，可以滿足你日常生活需求。再嚟睇下你嘅主人大套間，送埋一個獨立嘅衣帽間同獨立嘅套廁，空間都係非常闊落，可以擺埋浴缸添啊！而且仲誇張嘅係，主人間都有一個生活露台，可以望翻我哋河景噶。而家呢個屋苑呢，首期40萬就可以輕鬆上車啦！有興趣評論區留言，我將詳細資料 send 俾你。